白色8號3分入，之後係27助攻。黑色8號2分入。白色8號3分唔入，跟住黑色8號防守籃板。白色27犯規先。白色273犯。等一陣啦，等一陣，佢哋球證講話先。湖人一埋啊！兩個，下半場有一個嘅。唔緊要。8號第一球唔入。第二球入。白色6號2分唔入。黑色8號2分唔入。白色7號防守籃板。白色6號2分入。0號助攻。0號0。黑色8號2分入。白色24 2分入。好。黑色8號2分唔入，之後0號助攻，0號防守籃板出嚟。白色7號2分唔入，之後黑色3號防守籃板。0號犯規，白色。第4節，白色好似2次。之後
黑色黑色黑色。黑色出嚟啊！白色路 steal， 黑色2號 turnover。白色24兩分唔入，黑色8號防守人。8秒最高，黑色2號2分唔入。黑色6號進攻籃板之後2分入。白色8號3分入。8秒最高，黑色8號2分唔入。2秒，喂2秒啊2秒啊！每人100。8秒最高，白色23分唔入，黑色3號防守籃板，之後白色6號犯規，白色6號3罰。8秒最高，黑色2號2分唔入，白色6號防守籃板，白色22分入，之後係8號助攻啊！白色9號犯規，白色9號4罰，9。呢度3乘4。
色6號 Helva。2分鐘。8秒進攻。仲有一次嘅，仲有一次。偏方而家4次，即係最後一次。最後一次。8秒進攻。黑色2號3分唔入，白色24防守籃板。好。白色8號3分唔入，黑色8號防守籃板。係咪暫停？黑色冇晒攤包啊！唔停噶嘛你，有得2個放多幾秒。佢唔識防守啊！你得個6號識得繞前，而家都唔知做緊啲咩。佢唔識防守。明明8號 press 到佢粒波㗎啦，佢臨尾喺都要車隻手落去。啱啱9號嗰下快湯咯，8號已經 press 到佢粒地波啦，佢臨尾一嘢車隻手落去。我就係面前見到明明係偷得好靚㗎，但係你睇佢哋嗰隻手一嘢西開佢隻手啊！邊邊太爆！1分鐘。白色24 Helva， 黑色 Marlin Steel。黑色3號2分唔入，白色6號 box shot。白色6號2分唔入，黑色2號防守籃板。黑色3號2分入，黑色2號助攻嘅。白色8號3分唔入，黑色8號防守籃板。黑色3號2分入，黑色2號助攻嘅。